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码予伫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伫基督耶稣内有忠心的人。愿恩惠平安对上帝咱的爸甲主耶稣基督归予恁。愿颂赞归予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，伊伫基督内捌赐予咱天顶逐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上帝对创立世界以前，伫基督内拣选了咱，予咱伫伊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佮因为爱咱，就按照家己的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咱照着耶稣基督得后生的名分，予伊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。这恩典是伊伫爱子内所赐予咱的。咱照着这爱子的话，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伊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、聪明、充充足足赏予咱的，拢是照伊家己所有定的美意，叫咱知影伊旨意的奥秘。要照所安排的，伫日期满足的时阵，予天顶、地上一切所有的，拢伫基督内面同归第一。咱也伫伊内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迄位随己意行，做万事的，照着伊旨意所有定的，叫伊的荣耀对咱这首先伫基督内有仰望的人，可以得到称赞。恁去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迄叫恁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伊，就受了所应允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咱得基业的凭据，伫等甲上帝指明必属，予伊的荣耀得到称赞。因此，我既听到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，就为恁不住地感谢上帝。祈祷的时阵，常提甲恁。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爸，将迄个赐予智慧甲启示的灵，赏予恁，予恁真知影伊，并且照明恁心中的目睭，予恁知影伊的恩调有何等的指望，伊伫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，并知影伊向咱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就是照伊伫基督身躯顶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予伊对死来搁活，叫伊伫天顶坐伫家己的正手边，权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，甲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拢超过了。各将万有伏伫伊的骹下，予伊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伊的身体，是迄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